色的庄仔角，贴起教堂气派佮细正的饼面。长老教会伫咧大稻埕老市区内的教堂，特别有气味。教堂道边正边有2个出入口，是配合清国书当时汉人查甫查某7岁以后做无共识的礼法，正做大稻埕教会建筑真特别的所在。1900年左右的时间，用安尼这款消除他们的不安的心理，从这2个门。诚做讲，因会当入来，安尼是比讲干那一个门，迄个机会，因要入来时更大。甚至讲，因伫中啊吼，中啊，这个中啊，可用红色的布扎起来。大稻埕教会前身其实是大龙帮礼拜堂，是台北市上早成立的教堂。进前。无论是这个大龙帮，还是讲邦徛礼拜堂，拢是马街马街牧师伊做主，所以大概迄阵起拢是伊主要来设计。1884年，清国和法国相战，民间白莲教教徒趁社会人心浮动，野鸡消息，讲基督徒和法国人通敌，地方民众受到煽动。地书教堂全被破坏升灯，有4间拢总拆掉，3间破坏。马街牧师伊就去找当时的台湾的巡抚叫做老兵团，底下就甲伊讲，我起的礼拜堂百姓无代无志就拆掉是毋是国家爱赔偿？刘铭传真正就赔1万块的墨西哥币，伊就摕这1万块的墨西哥币。甲4间教会完全搁重新起起来，另外3间破坏无遐严重的，就甲伊整修。其中1间就是阮的教会，毋过伊无伫原来的所在，伊刷去到即马伫法街的3段迄个所在。迄当时迄个名叫做邦徛。改建后的教会伫德化街愈来愈兴，来教堂礼拜人数哪来哪济。苏当时真出名的地商李存兴提案独资前山拜堂，并且亲身参与规划设计。李存兴长老伊是伫邦徛迄所在就开始参与伫邦徛教会伫遐做礼拜，尾啊互人选做长老。上帝就互伊趁真济钱，伊就奉献即马即个所在的即块土地，然后搁捐即个起礼拜堂的所有钱奉献出来，所以就安尼搁刷来即个所在。推动大稻埕地区商务，李存兴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伊积极帮助马街传教。1901年，嘛担任大稻埕长老教会长老，写过济宣扬基督教义的册。1915年8月，李存兴建献礼拜堂，通讲是全台教会内底上气派的一座。但年久月深，厝尾顶塌落，教堂煞变危险的建筑物。这间拜堂要搁定起的时阵有几个不是很顺利，迄个时阵环境无法度。要修理还是要啥，拢无法度通起，所以无法度通完成的代志，种种这样创出来了，阮个人会当起起来来应用上帝，所以这是我感觉这是上帝上大的听阮的所在。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予世间，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。反正得到永远的活命，伊遮尔疼世间，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世。